第二卷，在京都，第5章，宮中避身。很好，你終於生氣了。施南伯唇角微翹，一個笑容緩緩地展開，輕聲說道：一直聽着潭州那邊的消息，我還以為你是個不會生氣的人。孩子，你畢竟只有16歲，如果把情緒都隱藏在自己的心裏，會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。那又如何？范閒用一種異樣的目光看着父親，心裏確定了某件事情。有件事情我必須事先稟告父親大人。什麼事情？我不是一個很好控制的人。范閒的話說得很直白。我並沒有想過控制你，雖然你是我的兒子。施南伯着范見冷冷地看着少年的雙眼，似乎想從范閒冷靜的眼神中看出些許慌亂來，但是和宰相家的聯姻勢在必行，此事不容商議。范閒低着頭想了一會兒，然後抬起頭來微笑說道：你可以嘗試一下。只是這笑容裏充滿了自信與堅持。施南伯似乎有些生氣，手掌放在椅子的扶手上微微用力，青筋隱現，半晌後卻是壓抑住了自己的怒氣，冷笑說道：你這孩子怎麼就不明白？那林家小姐溫柔體貼，知書達理，實是良配。再說了，憑我范家如今地位，難道還需要靠兒女親事來穩固地位？區區一個林若府，難道就真值得你我如此看重？范閒微感驚愕，感覺父親情態不似作偽。只是如果連堂堂宰相大人都無需看重，那為什麼還要自己與林家小姐成親？莫非真的僅僅是因為林家小姐十分優秀？這種推論是范閒無論如何也不會相信的。為什麼一定要娶她？范閒皺眉問道。施南伯范見微微一笑，說道：因為林家小姐的母親乃是當今長公主，是陛下的親妹妹。只是這位長公主終身未嫁，卻在暗中管理着皇室的商號，為整個慶國以及皇宮提供着源源不絕的金錢。范閒十分震驚，心想自己未過門的媳婦兒竟然是長公主的女兒，那豈不是說宰相大人與這長公主有一腿，甚至是無數腿？難怪宰相大人這些年來從下往上爬得如此順利，原來走的是面首路線。這個秘密，全天下知道的人應該沒有幾人。自己的父親如果不是因為和皇帝陛下從小一起長大的關係，也一定不可能察覺。范閒忽然意識到這麼深的秘密，父親本來是不應該告訴自己的。施南伯微笑道：你也應該清楚，這些話是不能在外面說的，誰說誰就要死。所以這話傳到你的耳朵裏，你就當沒有聽見過。之所以我會告訴你這個皇室的秘密，就是想讓你有個準備，免得將來與林家小姐相處時有什麼失妥的地方。范閒忽然想到了五竹叔以前說過的那樁事情，神色變得有些黯然，嘆了口氣。長公主管理的皇家商號，是不是原來葉家的生意？不錯。施南伯的眼神裏透着一絲憐愛，讚賞地看着面前少年，略覺吃驚於小家伙居然一下就看穿了問題的真實所在。長公主殿下只有這一位女兒，而陛下早就決定將皇家商號讓長公主一脈管理，所以誰要是娶到林家小姐，成為長公主殿下的女婿，就有可能成為皇家商號未來的主人。
說了很多話。施南伯略感疲憊，但內心深處卻又有些興奮。按着椅子扶手站起身來，盯着范閒一字一字說道：那家商號本來就是你母親的，所以你只是奪回本來就屬於你自己的東西。一陣死一般的沉默。父親深謀遠慮，孩兒佩服。范閒對着父親行了一禮，問道：雖然對方不是公主，但畢竟有皇室的身份，你認為我們這樣做就能把母親的家業奪回來？這種想法我覺得有些過於自大。自然還有後手，不要忘了，為父是戶部侍郎，管的也是銀錢之事。范建微笑着，越發欣賞面前這個少年冷靜的頭腦和態度。而且有件事情我要告訴你，林若甫這個老賊雖然在這件事情上沒有太大的發言權，但他對於我們兩家的婚事還有疑慮，所以我希望你最近一段時間能夠在京都表現的好一些。為什麼？范閒有些疑惑。雖然林若甫貴為宰相、文官之首，但自己很清楚范家在京都這面深湖裏的位置。對方如果能夠結交如此強援，應該是樂見之事，為什麼還會反對？如果是考慮到身份，那位小姐似乎與自己一樣，出身都不怎麼光彩。每個人都有自己站立的位置，不同的陣營就要考慮不同的事情。范建淡淡解釋道：范氏是京都大族，林若甫是文官之首，兩家暗中聯姻，事體甚大。林若甫之所以猶有遲疑，是一句陛下疑他用心，二句屬下文官系統中的那些年輕人因此事生出疑心。范閒嘆了一口氣，自嘲笑道：虧我一路上還考慮許多，原來這只是剃頭擔子一頭熱，只是范家單方面想法。是啊，所以你要想辦法讓那位林家小姐認可你。范建微笑着，只是有些不解，剃頭擔子那句話是什麼意思？說錯了。范閒抿嘴一笑，不多解釋，轉而問道：父親，有件事情我一直很好奇，不知能不能問？問吧。算了，也已經很晚了，孩兒先去休息。不知為何，范閒住嘴不言，改而說道：我對京都不熟，能不能讓滕子京跟着我？滕子京沿路打點的本事不錯，不過只不過是個四品高手。范建皺眉：我給你安排強一點的護衛，京都裏的水很深。范閒微笑道：不用了，好不容易和他熟了，何必再換人？父子二人又閒言了幾句，見夜已深，范閒才行禮告退。外面早有丫鬟等着，穿過複雜的行廊，將他領到自己的房。